嚟2萬蚊嘅全屋家電咧，你睇唔啱，睇睇呢幾台你啱唔啱啊？小康家庭比較適合用嘅。呢台咧用升460幾升嘅，就白色玻璃面板嘅冰箱，好少有嘅。嗱，1級能效，風冷無霜嘅。睇睇內部嘅結構，呢台機嘅話呢期出2980蚊，容量方面係應該夠用噶啦啊。反正嗱帶埋零度布先，空間方面大概係咁上下啦，應該大部分嘅家庭都夠用。佢嗰隻白咧就冇咁容易變舊嘅，就放幾多年都唔怕佢變舊嘅。嗰種白就區別於好多線上機嗰啲白咧，嗰種白就精神好多啦。2980用升1級能效。嚟再講講呢台可以，呢期我覺得比較抵玩嗰台可以冰箱啊，可以嘅500升嘅冰箱，1級能效，帶埋 EPP 淨味嘅。呢一台機嘅話呢期出到3180蚊。EPP 淨味好多人唔明係咩意思，就係目前可以淨化系統做得最好嘅一個系統咧。法式門嘅一個設計，通常嚟講法式門嘅冰箱貴啲係好正常嘅，咁樣3000零蚊嘅預算3180可以1級能效。呢隻顏色啊，我唔知佢叫咩色嚟嘅，屬於一種深灰色咁樣嘅款咧。反正500零升都夠用噶啦啊，3180性價比其實都好高噶啦。嗱就講兩隻格力嘅標杆機型，格力嘅冷靜王3匹，呢期就去到7500一台，3匹1級能效變頻冷暖嘅。王者唔多介紹啦，上期視頻講過啦，上下7風嘅，唔會直吹住人嘅，6800又係格力3匹1級能效嘅。嚟再講一講使用套裝，好多人問貴嘅使用套裝同埋平嘅有乜唔同啊？呢一套呢就係我覺得小天鵝有錢佬專屬嘅使用套裝，小藍鯨加 H1 9個控安機，呢一台控安機絕對係天花板級別嘅。嗱，貴嘅嘢呢，一開機都唔一樣嘅，佢可以帶旋鈕式同埋觸屏都可以，嗱可以觸又得，旋鈕又得啊。洗衣機方面係小天鵝個水魔方，帶埋超微靜泡洗，帶埋智能投放。咁樣烘乾機方面呢，就係帶目前最牛嘅 AI 正反轉同埋蒸汽免燙。仲有咩唔同我唔記得咗先啦。反正可能講到過年都講唔完啦。什麼智能嗰個防皺啊，同埋目前最牛嗰個除菌系統啊，都係有嘅。6500一套，呢套呢如果賣6500呢，佢係唔算貴嘅，但係使用套裝嚟講6500係算係偏貴嘅啦。如果正常呢一套落嚟，淨係一個控乾機都可以值5-6000蚊㗎。咁樣6500蚊一套，算係有錢佬標配啦。想慳啲預算嘅，睇下呢套啦，又係小天鵝個水魔方，只不過就冇咁高級肯定㗎啦。不過佢係白色嘅啊。呢一套呢期出3980，小天鵝個806使用套裝。呢一套雖然平還平，但係該有個配置有嘅，智能投放啊，可以控埋被，控完啲衫褲就即着啊。其他唔多介紹啦。嚟講多台啦，呢台呢又係。叫做小康家庭標配㗎啦，帶埋控乾嘅小天鵝個小烏梅帶埋控乾㗎，呢期出2480，唔算貴，老實咁講，機係真係靚嘢嚟嘅，就小天鵝個水魔方小烏梅啊，其他唔講啦。簡單啲嚟講就係小天鵝當中比較高端嘅一個系列啊，2480，10公斤帶埋控乾，拍住咁多先啦。